大家好，今日我哋要傾嘅呢本書叫做《把時間買回來》（Buy Back Your Time），作者係科技創業家兼企業教練丹馬特爾。呢本書嘅核心理念，相信會讓好多感到時間唔夠用，每日都俾瑣事追住跑嘅現代人，特別係創業者同埋專業人士，有種醍醐灌頂嘅感覺啊！你嘅時間其實係可以買翻嚟㗎。呢本唔係一本傳統嘅時間管理工具書，佢冇教你點樣排滿行程表，或者係用番茄鐘嚟提升專注力。丹馬特爾提出嘅係一個更加深層次嘅思維轉變，佢叫做回購原則 （Buy Back Principle）。佢認為我哋花費大量時間喺低價值、可以重複，甚至係令人精疲力盡嘅任務上，呢啲時間其實係巨大嘅隱性成本。而把時間買回來呢本書就係要教你點樣擺脫呢啲低效勞動，將寶貴嘅時間投入到真正能夠創造價值、實現個人目標嘅活動上。書中嘅第一個關鍵概念係突破痛苦線。丹馬特爾鼓勵我哋去識別嗰啲每日讓你感到唔舒服、消耗大量精力，但係產量卻唔高嘅任務。呢啲可能係回覆大量嘅郵件、安排會議、處理行政雜務等等。佢認為如果呢啲任務讓你感到痛苦或者效率低下，咁呢啲時間就值得被買回。呢個就如同企業喺評估成本嗰陣會喺度揾點樣優化流程、減少浪費一樣。接住落嚟，佢提出一個非常實用嘅任務處理方法，可以歸納為 DRIP 四大重點。第一個重點 D Delegation， 委派或者交俾人做。點解要咁做？呢啲係你自己做唔夠效率，或者根本唔需要親力親為嘅嘢。例如請個助理幫你處理行政文書、打電話預約，或者將報稅記賬交俾會計師去做。總之就係叫人去做啦。第二個重點 R Replacement， 取代或者用方法搞掂。呢啲係可以透過科技、自動化或者標準化流程嚟搞掂嘅嘢，例如設定電郵自動回覆、用程式自動排版文件，或者統一流程減少重複步驟。總之就係用系統或者工具自動搞掂。第三個重點 I Investment， 投資長遠回報。呢啲係你依家花時間去做，但係將來會幫你慳更多時間或者創造更大價值嘅嘢。例如花時間學習新技能、報讀課程進修、建立人際網絡，或者策略性咁去諗公司將來嘅方向。總之就係將來有更大回報嘅投入。第四個重點 P Production， 生產或者核心價值。呢啲係你作為關鍵人物唯一應該親力親為，而且係創造最大價值嘅任務。譬如制定公司嘅宏觀策略，進行重要決策，開發核心產品，或者處理非常關鍵嘅客戶關係。總之就係非你不可，而且價值最高嘅工作。呢四大重點嘅目的係要幫助我哋明確邊啲時間應該被釋放，邊啲時間又應該被重點投入。而呢啲一切嘅核心係回購循環 （Buy Back Loop）。呢個係不斷優化、不斷循環嘅過程。佢鼓勵你去審核你嘅時間，精準記錄並分析你每日嘅時間花費，揾出低效嘅環節，移交低產值任務，主動將嗰啲可以透過委派或者取代嚟處理嘅任務交出去，用高產值任務嚟填補時間，將嗰啲被釋放出嚟嘅時間有意識咁樣投入到投資同埋生產呢兩個高價值重點上。作者強調呢個過程需要一個投資嘅心態。好多人會覺得花錢請人或者購買工具係增加成本，但係丹馬特爾提醒我哋，如果呢啲投入能夠讓你釋放更加多嘅時間去從事嗰啲創造數倍甚至數十倍價值嘅工作，咁呢筆投入就係絕對值得噶啦。佢甚至會量化每個人嘅時間價值，等你清楚咁知道你每個鐘係值幾多錢，然後去衡量嗰啲任務值唔值得你親自動手。總括嚟講，將時間買回來呢本書並唔係要你變得更加忙，而係要你好聰明咁變得唔忙。佢挑戰你傳統上親力親為先係負責嘅觀念，鼓勵我哋好似經營企業咁樣思考點樣槓桿自己嘅時間。
呢本書為咗我哋提供咗一套清晰嘅思維模式同埋實踐路徑，去識別時間嘅陷阱，將時間買翻嚟，用嚟追求嗰啲真正重要，能夠讓你感到自由同埋有成就感嘅事情。如果你成日都覺得時間唔夠用，每日喺度唔知忙乜，但係又冇進展，咁呢本書就絕對值得你花時間睇下啦。佢唔單止能夠幫助你釋放時間，更加能夠幫助你重新定義效率，揾翻對生活嘅掌控感啊！我哋下次見。